Paraton Mobile Photography Workshop 嘅同學大家好，以下落嚟呢條影片會去介紹一下光圈呢樣嘅操作。咁唔係好多手機都會有光圈呢個操作。咁而家喺我手上呢部手機係華為 Pure Plus Ultra。咁喺佢嘅1倍主焦上面咧就有一個嘅物理光圈。光圈嘅操作除咗影響咗手機影相嘅進光量之外，亦都會影響到我哋影相嘅時候景深，即係前清後朦嘅效果。咁我而家喺呢部手機入邊嘅大光圈模式入邊，咁我而家用緊呢個嘅從1倍主焦延伸出嚟嘅2倍無損變焦啦。咁因為都係基於1倍嘅主焦，所以我哋都仲可以去用物理光圈嘅。咁呢度物理光圈裏邊咧，就俾我哋睇到有4個級別嘅光圈俾我哋揀，由 F1.6 去到 F4。咁數字越細，光圈越大。咁前清後朦嘅效果就好似而家你眼前所見咁樣咁強烈。咁相反，數字越大，光圈越細，咁變出嚟嘅就係前清後朦效果就冇咁強烈啦。咁你而家會見到我選擇到去 F4， 一個頗為細嘅光圈，同頭先嘅 F1.6 相比，就有好明顯唔同嘅一個嘅前清後朦嘅效果啦。咁接住落嚟，我哋就會喺另一個影片裏面咧，去講解一下光圈嘅大小對進光量所帶嚟嘅影響，同埋有冇其他嘅一啲嘅效果。咁我而家進入手機嘅專業模式入邊咧，咁去操作呢個嘅光圈 ISO 快門。咁我已經將快門同 ISO個數值固定咗啦，咁 ISO 固定咗喺50，快門就喺1/40啦。咁你而家會見到我呢度就光圈喺1.6嘅，咁你會見到個前清後朦嘅效果啦。好，咁但係而家當我將個光圈轉到 F4， 一個相對細嘅光圈，嗱，你會留意到前清後朦嘅效果冇咁強烈之餘咧，咁你見個光線咧暗咗好多。咁因為光圈嘅大與小，除咗會影響嗰個嘅前清後朦嘅效果，其實亦都會明顯地影響咗個進光量嘅。咁你見到我嘅 ISO 快門都係冇變過嘅。咁再俾大家去睇一次，而家係 F4， 我而家轉嚟 F1.6。咁 ISO 快門嘅數值不變啦，咁轉去 F4， 咁你就會見到，除咗前清後朦嘅效果有所影響之外，進光量亦都會有所影響。光圈嘅大與小，亦都會影響到影相嘅時候現場燈光嘅變化。而家大家喺相機界面入邊見到我維持喺大光圈嘅情況底下，現場嘅光點仍係維持喺圓形。當我將光圈調細，相機入邊嘅光點就會變成個星點。而家我將光圈調大，俾大家再作比較。喺呢條影片入邊，我哋就會睇到物理光圈嘅操作
會帶嚟啲乜嘢嘅分別。大光圈嘅時候，前清後朦嘅效果就會強烈，進光量亦都多，而眼前嘅光點亦都會維持佢嘅原狀。而相反，光圈細，前清後朦嘅效果就會冇咁強烈，進光量亦都少，場景入邊嘅光點亦都會變成星點。以上就係攝影曝光三角入邊物理光圈嘅操作教學。未來 iPhone 18 Pro 都會具備物理光圈。我哋相信呢條基於手機攝影器材所拍攝嘅物理光圈操作影片，同樣適用於 iPhone 18 Pro。亦都希望俾未接觸過相機操作嘅手機攝影同學去認識何謂物理光圈操作。影片嚟到呢度，我哋下條影片再見，拜拜。